希伯來書第9章第1至28節，舊約侍奉的規例。一第一個約也有侍奉的規例和屬世界的聖所。二那裏有一座搭建好的聖幕，這第一個聖幕叫做聖所，裏面有燈台、桌子和呈獻餅。三在第二層幔帳後面還有一個聖幕，叫做至聖所。四有金香壇，有全部包金的約櫃，櫃裏有盛着嗎哪的金罐，亞倫那發過芽的杖和2塊約版。五櫃上面有榮耀的基路伯罩着施恩座。關於這些，現在不能一一細說。六這些物件都這樣預備好了，祭司就常常進入第一個聖幕，履行侍奉的職責。七至於第二個聖幕，唯有大祭司每年只進去一次，並且不能不用血，好為自己和人民無意所犯的罪把血獻上。八聖靈藉着這事表明，當第一個聖幕存在的時候，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沒有顯明出來。九這第一個聖幕是現今時代的預表，其實所獻的禮物和祭物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以完美。十這些只是關於飲食和種種洗淨的禮儀，是在更新的時候來到之前為肉體制定的規例。基督的血潔淨我們。11但是基督已經來了，美好的事物已經實現，他作為這些事物的大祭司，經過更大更完美的聖幕，那聖幕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就不屬於這受造的世界。12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的血，而是用自己的血，只此一次進入至聖所，就取得永遠的救贖。13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，以及母牛的灰，灑在不潔的人身上，尚且可以使他們成為聖潔，身體潔淨。14更何況基督的血呢？他藉着永遠的靈把自己毫無瑕疵地獻給神，他的血不是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脫離致死的行為，使我們可以侍奉永活的神嗎？15因此，他做了新約的中保，藉着他的死贖了在第一個約下為命的罪，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到神應許的永遠產業。16要知道，既然有盟約，立約者的死就必須被承擔。17因為盟約是用死去的身軀確立的，假如為命的立約者還活着，盟約就沒有效力了。18因此，就連第一個約也不能不用血訂立。19當日摩西按照律法，向所有人民宣布了一切誡命，就拿牛的血和水，用朱紅色的羊毛和牛至草，灑在律法書上，也灑在人民身上。20說，這就是立約的血，這約是神命令你們遵守的。21他也同樣把血灑在聖幕和供聖職用的所有器物上。22按着律法，幾乎一切都是用血潔淨的，沒有流血，就沒有赦免。基督一次獻上自己就除掉罪。23既然照着天上圖樣做的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，天上事物本身就應該用更美好的祭物去潔淨了。24要知道，基督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至聖所，那不過是真至聖所的表象，而是進到天上，如今為我們出現在神的面前。25不是為了多次把自己獻上，像大祭司每年用不屬於自己的血進入至聖所那樣。26假如是這樣，基督從創世以來就必須受許多次的苦了，可是如今他在萬世的終局只顯現一次，把自己作為祭物獻上，好除掉罪。27正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只死一次，以後就是審判。28同樣，基督為了擔當許多人的罪，也只把自己獻上一次，將來他還要顯現第二次，不是為擔當罪，而是要向那些熱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，